94歲阿伯識飛。咪睇少呢架自足直升機嘅旋翼機噃，佢得單座位，有2個推動器，都只係重109公斤。不過講到威水，發明佢嗰個仲威啊！嗱，咪就係坐喺機上面呢個咯。曾經係英國皇家空軍宗教嘅沃利斯已經94歲啦。佢自細就好中意飛機，11歲已經 DIY 電單車，20歲仲開始試飛添。雖然未接受過正統嘅工程師訓練，但係2戰嗰陣佢做過戰機機師、武器專家、工程師、發明家。59年就開始製造旋翼機，仲創下超過34項嘅世界紀錄。沃利斯話：依家最想就係用親手做嘅旋翼機，打破自己02年創下嘅207公里最高時速飛行紀錄。點知18歲唔使有新聞聽啊，直頭破紀錄啦！